节目当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再回去见父老乡亲。我们也祝福他在今天晚上可以实现他的第3个愿望，好不好？今天晚上他邀请的这一位呢，帮唱嘉宾是同样在这个舞台上用他的先锋音乐给我们留下过耳难忘印象的尚雯婕，而今天他们将会用一个非常丰富的作品来致敬他们共同的偶像 Michael Jackson， 欢迎迪玛希和尚雯婕。Find his own